每個人成長嘅經歷都唔同啊，遇見嘅人都唔同，而呢一啲人和事咧就係影響到我哋日後嘅價值觀，或者隨住年月沉澱帶俾我哋嘅一啲感受。而佢係喺上年年中咧寫呢一首作品嘅。對佢嚟講，呢一首歌都係一個成長嘅感受，因為佢見到另一半咧好 depressed、好煩惱，要去做一啲決定。當時嘅佢望住佢，感受就係、成長咧真係要經歷好多抉擇嘅，而呢啲抉擇有陣時人哋幫唔到手，但係透過呢首作品去提大家釋放壓力。有時候會在想生活是什麼地獄。 Kira 陳偉璇，又過了一個年頭，不如放下一個念頭。今個星期全新入榜第14位。突然我又在想，孤單只是種現作曲填詞都係陳偉璇自己，編曲監製 Rose Manson。陳偉璇又過了一個年頭，不如放下一個念頭啊！新上榜第14位。